人类的另外实境节目，达西都会带大家跳下行业太自然去探险，遇到任务做得自家完成。如果遇到比赛，就会让人跳下合作了。达西都会天天也到成员蛮爱去了，接受各种挑战，跳下去接全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我进行总结所有亲密的任务诶，大家一路对台南挑战的天地，这么的台南也跳其他合作过后，甚至于还就阳光的西来诶。我西来的天地任务当中，前两个舰队又来点的分数，比赛暗激烈，又发生了些故事。状元他青菜讲的小可，怎么眼圈亲人填冰体，算落去发生嘛个事情呢？他们好不容易走对路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走错路了，然后我以为他们不会相信我，会一直骑下去，然后去问别人。结果我后来骑下去的时候，发现我后面突然多了2辆脚踏车在我后面，然后我就赶快停下来跟他们说，我骗你们的。结果就罗云珍就很生气，然后那个吴念琴他就骑走了，我就追着他，然后后来我跟他说对不起。那一路上都没有人，就一直很担心是不是走错路，然后就看到张永达骑下来，他就说走错路了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是真的走错路，然后就骑下去，然后结果就下去的时候他才说是开玩笑的。自己的心情转折，觉得很愧疚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说那句话的话，我自己也可以比较快一点，然后他们也不会就是心灵上就不会有那么大伤害。有些玩笑可以开，有些玩笑不可以开。虽然发生这件事情，不过2、3年都还是看爱的完成的任务。相信这件事情啊，会变做2、3年成长的养分哦。OK， 接下去来进行7年後嘅表象任務。7年個樣嘅會係第13年咯。天頂海空探險，來到天頂，有多的兵哥也經常去睇海呢。接下enjoy來進行海空探險，大家先天頂教練來學表象，地下嘅表象家下我認識海界嘅生物咯。發現伊咧就會天頂騎術，海上講出有生物嘅名，講伊咧哪一本，請假來到終點嘅前3名，要做嘅國家3本都要分哦。好，下車吧。他的拉链是在前面。对，这个拉链在后面。没有，你往下。我知道你的强项哦，加油哦！脚先进来，有点难哦。对，没有看到。把扣子扣上。紧张又好期待。表象做啲本人行卡了解大海，唔過條黑馬我先作叫生意，然後表象嘅總批。都防護劑。好嘞，先來適應一下水溫，來學樣嘅調氣。沒問題啊，耳鼓、屁股入水嘅時就樣嘅處理哦。就是先適應那個浮潛的那個呼吸管還有面罩，那時候就覺得鼻子不能呼吸，覺得很奇怪，可是就很不舒服。可是到海底的時候就覺得就不會覺得不舒服，就覺得很自然。不用怕，還好嗎？你嘴巴要把它咬住這兩塊。來，好。天頂係表象嘅好素材，海島都有千多個珊瑚礁，故所有啲愛情好啲呀，萬愛都可能到第2下嘅海洋生物，還有潮來潮去、自由自在嘅熱帶魚群。熱頭髮見到水島度，會令一種安詳寧靜嘅感受。表象嘅快樂啊，請自家親身體驗，才會了解哦。海面上看起來幾大片呢都係藍色的，不過大下完全係哪個一類事件呢？我們要來餵魚嘍！來，1、2、
2、3，好，来往下放。以前去海边的时候，都看到海，想说海就是那样，都没有想过海面下是那么漂亮，也都是珊瑚礁，还有海葵，还有鱼。可是从海上面看起来就一片蓝色的，不知道下面有这么多东西。然后以为下面就是黑黑的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只是都没有想过下面那么漂亮，就觉得第一次看到海面下，觉得很好玩。待会呢，我们那边会有一个定点，放一个泳圈，然后会有教练在那边定点。好，这3个休息，那你们就3个这一组先来。不是跟我比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小丑鱼。开始。我不知道会不会得分呢，因为我游泳没有那么好。啊？大家还可以。大家还可以。这是什么？看到小丑鱼了。小丑鱼。没有海好，弹起来。这是什么？小丑鱼的。现在超舒服的，是这水饺，我们可以在这边躺个5分钟吗？对啊。这个螺好酷的形状。嘿嘿，6个成员总算完成总结束的所有任务的，头一年对7家的木卡出发。沙丁啊，在台南路上寻到答案，再过来去到垦丁，进行山老海的冒险，对都市到苏南，对山蛋糕到海钓渡，总结束的挑战实在无按过哦。过程当中啊，又笑又叫，大家都强下行到的青年，不过算来明年要去前3名，拿到3年2夜的旅游行程咯。爱黑自然有，爱黑张永达，爱黑郭志明。紧张，前3名要去明年咯。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到前面。我觉得罗云哲应该有，因为他变之后他还有机会。我觉得他很有运动家精神，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有在前面。我就继续往前骑。这是什么想法让你那么好的得分机会不能错过。钟爱佑觉得他最大放弃的原因？就他体力上比较不好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开脚踏车调档没有调好。现在也先要公布最后入选3位可以前进日本的名单。第1位
张永达，你不能去，请蹲下。周安佑，你不能去。请蹲下。剩下4位里面，有3位可以去日本。不要看我！我现在3人啊，也先啷个，那一团就地哎。剩下4位里面，有3位可以去日本。请蹲下。楚庄加油，要带我去。不要看我！卢卡会搬重。会让我更紧张，不要再跳了，我会更紧张。导演跟着，跳会口型吗？不要。周信化可以去。第2名何兆恩。最后一位罗云珍。3位。恭喜！朱宪法、何小文、罗云珍拿到了东京3年2夜的行程。我先登机，然后现在在等罗云珍，很兴奋啊，因为我没有去过东京迪士尼，也没有去过日本。哦，罗云珍，赶快来吧！云珍，你从哪里来？能来，我自己坐高铁呢，一个人坐高铁。辛苦的半年，前3名总算出来耶！今日啦，朱宪法、何小文、罗云珍就会跳下早盘，出发去日本，享受3年2夜的旅游行程嘞！澳洲48点钟出发了。澳洲48点钟，我们到天堂的雷门了，耶！看我的蛋！耶！我们到天堂虽然东京今日落雨毛诶，不过啊，乐园当中还是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那就要吃到韩国菜呢，大棒因为安尼个天时，东多食品都唔是白日的呢，大家搞的韩都用哦。要去新地山。新地我都看不到。太空站没有看。某日晏晝，總算來到日歡樂又夢幻的童話王國。何小偉、朱憲法、羅雲珍，笑都講唔得，萬得去探索呢。再快！那都是 surprise， 按法律講娃娃嘅發茶，帶出一個又一個童話故事當中嘅主角。ようこそ皆さん，ハリとファンタジーの世界へ。第一个面对挑战，第二个不放弃，第三个努力再努力。澳洲48點鐘，耶！澳洲48點鐘第一季全部都結束嘅，也都成員啊參加各種無窮樣嘅戶外活動。到底對你紅
发通，影响青春呢。应该说是宜兰那一次，就拜父复活，下雨的时候，满载而归。丢啊！大鱼可能有个丢，要把它拉起来。有！哦！你要换金了，你要换金了。拿不会，有没有多疼？印象最深刻是那个鲨鱼的那个，因为觉得为什么手上的那个鱼腥味永远都洗不掉。去水牛学校那一次最深刻。我有一个同学，就是他每次都很爱搞笑，然后他就说，如果你吃大便，我就给你输美元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输了，我已经吃过了。印象最深刻，讲客语。虽然说我们都觉得，我们已经按照他一字一句那样子念上去，感觉一模一样，为什么别人都听不懂？然后知道那是什么菜的时候就很开心。会呀，这很爱嘛噶。请问旧窗草舅妈戏是什么？啊？旧窗草舅妈戏。驻窗啊，咩叫窗？驻窗草叫妈戏，猪肠好姜丝。啊，谢谢。写一写，赶快想看是谁？是谁？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吧？牛粪。因为那个牛粪软软又湿湿的，然后还要做那个牛糕饼，就有点恶心。你印象最深刻？哦，摔车那一次。我要回到第一个了，抱歉。没有。看一下身体有没有受伤。我会摔下去。就是脚踏车那一集，因为那一集直接从第1名掉到最后1名，那个信心整个掉下来，然后就有点怕怕的，不敢再那么冲了。黄队已经等了好久，他手机贴到谷底，因为以为我是第一个回来，然后发现黄队怎么站在那边，好快，到很多地方玩。我应该你没事吧？好，停，这些菜有没有？就这样子，平均这样子，这样撒。OK。好，这样撒。OK。这是2耶。廿8年來，大家停定知識團隊去到台灣各地參加一個豐富嘅活動，13年都有成長和改變哦。我真的学习到了怎么把行李减轻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的行李是一个很大的背包。这次来了之后，我的行李就是那么小的背包。然后我觉得以前没有，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强烈，可是现在总觉得自己待在家里，就是旁边都是3C 产品的时候，会想要去大自然，就是想要去玩，去找朋友在外面玩，或是在大自然里面，就是去骑脚踏车，或是去玩水什么的，就不会那么想一直宅在家里。爸爸就叫我去问别人，我都不敢问。然后如果经过这次，我都敢问。我去问路人一下，我要去问路人。我去问路人。请问可以？请问一下，这个在？我们有来个男游客。要我们这边走，一直哪边？哪一个？请问一下，这个在哪里？这个？请问你知道这个在哪里？这个在哪里？伊达邵在哪？伊达邵很远的，我会团结合作吧。然后就说不要丢下自己的队友。
体验到很多很好玩的事情。每个工作人员都不会像一些营队那样恰北北，改变腿变强壮了，还有要动头脑。爬树是第一次，大摆荡是第一次，然后智力造法也是第一次，爬山我有爬山过，可是加捡垃圾是第一次，玩贴铜丸是第一次，然后接下来摸牛粪第一次，做牛粪饼第一次，然后第一次一定要被逼着用客语问别人，第一次自己搭车坐那么远的路，然后第一次不是妈妈规划，然后自己走来走去。然后第一次只有那么少的钱去那么多的地方，第一次浮潜，然后第一次还要去观察植物的特征，还要拍它们照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是第一次搭帐篷，然后第一次自己烤肉，15个。感謝一到成員老家長8年來的配合，還有一路來聽船悠揚嘅朋友，美食夢觀眾朋友嘅收看努力呢！希望大家都做得喜歡愛行行了了，享受大自然帶俾人嘅快樂。第二季會有哪條人嘅感應？又會去到台灣嘅哪條所在呢？敬請期待澳洲48點鐘第二季嘅播出啦！就有力，我现在好有力。你要问我，我好凉哦。時間到咧，排泄係愛鼠標快鐵咧，愛最鬧忙地，當好嘅 Tuesday 呢，唔啲 Wednesday 輕鬆，標慢一標，當了 Thursday，最好嘅 Friday、Saturday，記得 Sunday，Come on，請嘅 Sunday，下課咧，愛學愛下課咧，最好嘅咧下課咧。學愛下課，你講嘅冇唔錯，我學不愛做波。下課咧，我學愛下課咧，最好嘅咧下課咧，我學愛下課，你講嘅冇唔錯，我學不愛做波。